繼續有關立法會選舉嘅報導，今屆新增超級區議會議席，一人可以投2票。呢2票點樣投呢？黃雅文話你知。如果你係選民，今次立法會選舉可以投2票，一票係地區議席，另一票就係超級區議會議席。咁但係你又知唔知超級區議會議席係咩嚟嘅呢？我覺得佢可以再選特首咯，係咪啊？即係佢哋某一個黨係要立多啲嘅會嗰個叫咩議席啊，係嘛？全部都答錯晒。選民除咗喺地區直選有1票，例如港島區可以喺港島區嘅名單揀一個心水，再喺超級區議會界別全港變成一個大選區，呢7張名單之中再投多1票。嗱，就算你知道可以投2票，咁到時又點投呢？一張票裏邊可以選2個選擇，有2張 list 唔同咯。我唔知喎，咁又到時見到未知咯。9月9號去到票站啦，你會攞到2張選票，藍色呢張係地區直選嘅選票，而白色呢張呢係超級區議會嘅選票。嗱，記住啦，每張選票呢只可以揀1張名單，喺心水上邊呢，吸一個剔。嗱，揀好之後啦，藍色嘅選票就跟翻顏色入落藍色嘅票箱，白色嘅咧都係一樣啦，入翻落白色嘅票箱。嗱，如果入錯咗咁點啦？唔使擔心，選舉事務處話啦，喺點票嘅時候會揀翻出嚟㗎，唔當廢票。不過嗰張選票上面有2個剔，咁張選票咧就會當無效㗎啦。有線電視記者黃雅文報道。